天唱全曲哦，很开心，就是大家又可以一同到圣殿来一起聚会。第一站，我心何来之君上帝，万民拍拜伊卡的，小会的小。接落来圣诗第150首，我来耶稣。咱来团练全首150首。
来圣诗552首。40拢全银哦。大家勇敢同齐脚步，随前行过好风路。咱的头前遥远路途，有咱行出的步。一日出路，灿烂光亮，抬头看伊来真正。我靠上帝好打真情，着真情，着真情。我靠我主来真情。功名富贵放伫后面，专心为主来真情。为着正义勇敢勇命，手情真干来真情。不顾生命，不顾本事，不顾全量咱的主。我靠上帝好打真情，着真情，着真情。我靠我主来真情。无名写人情世灵，因有天破甲你。也通命令不出正路，有通世间的法度。俗世需要起起行，应该拢总拄到正。我靠上帝好打真情，着真情，着真情。我靠我主来真情。第40，咱若全心行主正路，真是军队最有数。永袂放弃平安欢喜，主耶稣咱够满意。咱着时常同齐脚步，勇敢经过黑暗路。我靠上帝好打真情，着真情，着真情。我靠我主来真情。咱静心准备礼拜。
上帝是神，所以拜伊必须用心合常识拜伊。请咱备万心来听候上帝降临，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哪遐宝贝？世间人拢来秘伫你的七股的殿下，因要对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食。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。咱萨迦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第24首。我心学乐至悬上帝。圣诗24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Oh
请坐。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万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满心学乐你，你创造天地，主宰万物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囝替阮死伫十字架顶，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，互阮因为信就通得到赦免，成做新造的人。借着伊的骨活，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我嘛感谢你赐下信心甲阮家己的，因带阮拍开阮的心门，通接受你的教示，互阮更较明白你对阮个人的旨意。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。伫全世界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时，你犹原看顾阮的教会，受到你的慈悲款待，阮的会友犹原维持健康平安。借着你赏赐的平安，阮拢通继续自集伫遮，学乐敬拜你。感谢你，阮来请求，借着即摆的肺炎流行的亚视，互所有人通放下家己的骄傲，毋通因为目前的状况有小可改善，煞来轻视应该有的谨慎甲敬畏。请你互阮逐工来亲近你，学习用谦卑的心来听取你的旨意，而且遵探你的旨意。阮对你遐得到坚定的信心，学着忍耐甲约束家己，安尼阮定定会使较被动远离，互被动毋通去接近。上主啊，阮感谢，因为你是公义全能的上帝，伫世间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。你满有怜悯，你嘛了解阮的软弱。阮甲你求，互阮的软弱通变作坚强，请你提起阮一切重担，你的怜悯永远到遐。请你赐予阮力量，通大声宣扬你的真理，互阮用听痛、顺服，在世间人的面前来显明你的荣光。有世间人拢一般你的恩典，通来信靠你。阮接续的时间，请你来看顾，请信心甲阮伫咧，开阮的心门，听你对阮讲话，互讲的听的拢受到感动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来，接续来启用。启用文第9篇，嘛是诗篇第14篇我来起头。地甲地上的万物陆续上主，伊家己放伫大海顶面。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的祝福。这款人追求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这声，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么人？这声，伊是拜见百姓的上主。
城门啊，着拍开。一声英王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是荣耀的君王。再来经受上帝的话，伫记载伫撒母耳记下篇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用台语来念。当时以色列将支派到希伯伦见大别，讲：看，阮是你的骨肉。前扫罗做阮的王的时，带以色列出入的是你。耶和华嘛捌甲你讲，你要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，也要做以色列的君王。对安尼，以色列的长老拢来希伯伦见王。特别王伫希伯伦耶和华面前甲因立约，因就用油抹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在位时30岁，伊在位40年。伫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，过6个月日，伫耶稣拉顶做同以色列甲犹大王33年。王甲对伊的人来到耶路撒冷，要攻击徛起迄所在的耶布斯人。因对大卫讲：“你若无拄这个青面的摆开，就袂入即所在。”因拍算大卫决断袂入这。总是大卫攻击西安的卫所，就是大卫的城。当迄日，大卫讲：“是谁拍耶布斯人？对着对水沟就去拍大卫的心所怨吞摆卡的青面的。对安尼有俗语讲：有青面摆卡的人袂当离出。大卫踮伫卫所，称遐所在做大卫的城。大卫对米罗四围起坐，也向内面。大卫哪久哪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的上帝甲伊支持。愿上帝祝福顺谈伊话语的人。过来咱大家来吟诗，大家坐咧吟就使吼。俄罗上帝圣诗第150首，圣诗第150首，我来亲近耶稣，大家坐咧吼，坐咧吟。
这时来请蔡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满有能力的人生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2年，我伫台湾实行院有替一寡已经在牧会牧师上因博士班的课。这个课的课名叫做教会行政管理。内底内容包括有真侪管理的财务，包括 BSC、SWOT 的分析，到有领袖实务等等。在上课时阵。甲遮个已经做牧师的学生做伙开讲，讲起因牧会管理的一寡经验。其中有一个学生讲我真望会当得到大的能力，通解决教会种种的问题，将教会管理好势。确实，要管理一间教会，要来经营一个教会，有真侪困难会拄着。总是透过这几年我的服侍经验。以及对主教训的了解，我发现一项，就是牧养教会，毋是用能力来管理，乃是用性命来牧养。牧养教会毋是干那用能力，乃是用性命来养持。圣经甲咱讲有性命就有能力，能力无拄拄，逐时拢有。总是性命的交流是我都停止的。伫服侍这几年，我常常想到的2个问题，就是第一，要怎样知上帝的旨意；第二，要怎样得到上帝的能力。我相信这嘛是所有基督徒真渴望要了解的问题。今仔日咱的题目叫做“满有能力的人生”。要怎样得到上帝的能力呢？对今仔日的圣经节，咱当分2个部分来思考。头一个部分记载伫第1节到第5节，就是要得到能力，就爱甲主联合。要得到能力，就要甲主联合。要怎样得到能力？就亲像我拄仔所讲的，你若要得到主的，要得到能力，就是爱得到主的性命。要得到主的性命，就是爱亲近主，甲主联合。若是无来到主的面头前，咱是无法度得到性命的。今仔日的圣经节头前半，第1节到第5节中间记载，以色列的众长老去到希伯伦来见大卫王，就亲像咱来主的面前来朝见主同款。这众长老来到大卫王面前，迄时还未做王，来到大卫的面前，望大卫做王，因的理由有下骹3项。第一在讲，原底就是你的骨肉。骨肉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有血脉相连、至亲的意思。迄个姊妹，你拢会记得主祷文第一句无？主祷文第一句，咱做伙来念来。阮伫天认的爸，兄弟姊妹，当你读这句的时阵，你的心内底有感动无？读过就煞，还是讲真正我心内底感受到，我甲上帝中间迄个爸囝亲情血脉相连迄款的感受。咱拢讲，咱对上帝爱敬畏，对不对？总是台湾人咧敬畏上帝的时阵，常常拢甲一般世俗人咧敬畏因的神同款。就是惊啦，敬畏上帝就是惊上帝，所以无拄到代志就离上帝愈远愈好哇，闪远闪离开，总是真正甲主三结连是乱无主到一个程度，什么代志拄到什么代志，拢会大到主的面头前，求主来帮助，大细项代志拢要亲近伊。所以基督徒甲基督教徒是无共款的。什么是个基督教徒？基督教徒就是一礼拜中间，我照本分做我做基督徒爱做的代志，爱祈祷就祈祷，爱读圣经就读圣经，爱聚会就聚会，就可以咯，都真正样啊。总是这款的基督教徒甲主的关系还阁真远，因可能知影上帝就是上帝，总是无望到上帝的经验，也无感受到伊甲耶稣有骨肉血脉的相连。
总是基督徒就无共款。若是咱有基督的性命，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头一个反应就会去找基督。兄弟姊妹，咱伫性命、伫服侍中间，爱学习将大细项代志拢带到主耶稣面头前。咱爱相信，伊会体会、伊会体谅、会怜悯、会认同咱的困难，而且真欢喜来分担。伫基督内底，咱的内在性命受改变，咱有上帝惊儿的性命，因为咱甲主有性命的关系。然后来看第二个理由，记载伫第2节，伊讲前扫罗做王的时阵，带以色列人出入的人是你，出入伊意思就是以色列当扫罗做王的时阵，是大必因带以色列人去征战，带因出去。拍赢敌人，然后再带因回来。兄弟姊妹，咱伫生活中间会拄到真侪困难，感谢主，有时阵困难解决，咱较赢，困难得到化解。总是有时阵困难哪亲像无啥物改变，总是因为咱受到主的引带，咱的信心、咱的信仰嘛，哪加天坚固，这嘛是一个德性。兄弟姊妹，问题来啊！伫这个充满罪恶、撒旦关联畅坏的世界，请问引带恁出入的人是甚么人？引带咱出入的是毋是耶稣基督呢？是甚么人咧主持咱的道路跟咱的性命呢？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真趣味的故事，讲有一个老阿伯啊，伫十字路口，伫迄街啊，伫等街啊，阿街啊落落来，看看咧，佫起来，佫继续等。边仔的人就真奇怪，讲阿送，请问你伫遮咧创啥？伫迄街啊是咧迄啥？安怎？伊讲吼，我头前的路吼，毋知要安怎选择，是要去正平哦，正平遮，正平去迄个 supermarket， 还是去倒平去车头？吼，我都解决，所以我咧问上帝。上帝互街仔头落伫倒位，我就行对伊条倒行倒位。我说那安尼，你迄一届就好，你迄几啊届要创啥？讲这个该死的鬼啊吼，拢无落伫我所意爱的方向啦。迄时阵恁听有无？伊讲我要问上帝意思，因带我去爱行的所在，总是伊拢无照我的意愿咧行，无意愿咧落。哈，你姊妹，当咱今日这个世间的时阵，是甚物人在引带咱？真正是耶稣基督吗？事实上，伫这个世间上大的困难，毋是别项，是咱家己。上大的主动，毋是别人，是甚物人？是咱家己。我的骄傲，我的固执，我的自高，我掠家己做义，这是上大的主动。再来第三个理由，也同款是第2节，讲耶和华嘛捌应允你讲，你要养饲我的民，我的百姓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王。主耶稣基督有能力，伊是咱的人君，伊是咱的牧者。伊看到咱的软弱，看到咱的困难，伊会伸出伊丁家的手来医治拯救咱。重要的是，毋是干那耶稣有这个能力，所有军队耶稣称作基督徒的人，嘛有应允得到相款的能力。伫福音书甲使徒行传拢有安尼记载。只要咱愿意军队耶稣，咱有缘会当得到这款的能力。总是上帝予咱这款的权柄甲能力，毋是为着咱家己，是为着要拯救别人，来照顾、来引带、帮助别人。有一个故事，讲德蕾莎修女，恁听过啦吼？印度迄个德蕾莎修女，其实是罗马尼亚人，伊去到印度帮助真侪印度遐个送乡人，特别死去的人，为着伊安置死亡之家迄个所在。有一个印度行政官甲伊讲，阮这个阮这个印度吼，几啊亿个人，你无法度，大家拢帮助好啦。这个修女就讲，请问你讲几啊亿是对倒位开始算起？对一啊 ，from one 对伊开始算起。讲对啊，我今仔日帮助一个人，
明仔载会当帮助2个人，后日可能敢若会当帮助1个人。我有生之年，我可能无法度帮助数亿人，总是当我帮助1个人，就有1个人的性命得到改变。这个故事对我来讲真有启示，因为我自出世到即摆54岁，我算算的，因为我受到我的鼓励影响，去读神学院的敢若2个人，伫上帝面头前，可能我是无及格。做一部书会晓影响人去读神学院敢2个人，一个现今伫土城教会林牧师，一个现今伫台南天桥教会李玲家传道。这个是我以早伫中正教会咧服侍时阵，鼓励引带伊是原底是技术了后去读神学院，读7档了后做牧师。搁一个是我伫真理大学咧教册时阵，学生我引带伊去做牧师。有可能自头到尾我干那这2个人，总是我相信，因为这2个人好的服侍，有济人会受到祝福。各位，恁知影什么叫做挂菜籽无？圣经讲，咱的信心若像挂菜籽共款，迄个什么叫做挂菜籽？这个就是挂菜籽。我可能无法度祝福所有的人，但是当我认真拍拼去服侍其中1、2个人的时阵，因要成做正人的祝福，就亲像挂菜籽共款。遐尼心外，基督徒是有权柄的人，总是这个权柄只有伫疼人、疼这个代志顶面才有效。我都讲过，咱要得到能力，就要甲基督结连，亲近基督，甲基督结连。那咧，当咱甲基督结连了后，就是毋是会当翘骹练喙手啊，听候能力来显明？毋是哦。伫得到能力的过程中间，毋是干那坐咧无振动就有能力，爱学习操练。是安怎？因为咱的身躯顶有济阻挡。有真济阻挡，直到上帝能力无法透过咱来显明。上帝恩典、上帝能力，伊有庇护咱、保守咱。重要的是，咱是毋是愿意，互上帝保守、引带看顾。圣经讲，我伫你的心外口拍门，既然听到一个开人，我要入去伊内底。是不是我求上帝才来拍门？是不是我在求耶稣才来拍门？是不是？是这样子吗？我求了上帝才来吗？不是哦，耶稣一直在拍门，总是要得到上帝同在恩典的关键伫倒位？你是不是愿意开门？恩典就在门口了，恩典就伫门口啊！是不是咱愿意互主进入咱的心内底？真侪基督徒也敲出真侪属灵，真侪世间的财物方法，就亲像我伫学校咧教，要怎样管理教会，要怎样管理非营利组织，即款的课程共款，总是这个敢若会当帮助伊知影怎样处理代志。学习这个物件，无法度带来生命见证啦。这个财物，这个能力，无法度互有生命见证。要真正有属灵的见证，就要有上帝开力。保罗讲：当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，所以即摆活的人毋是我，是啥物？是基督伫我内底在活，毋是我在活，是基督伫我内底在活。咱是毋是有将活的基督显明出来？若是咱有甲显明，就有能力。保罗讲，伊活的时阵是信靠主的囝，信靠基督来活。伊甲信心整个放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那安尼会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主的心会成做咱的心，就是咱所讲的以基督的心做心。咱会看到基督爱咱看的，咱会做出基督爱咱做的。今仔日后半段圣经节记载，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去到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伫迄个所在徛起的亚波斯人。亚波斯人看轻大卫讲：你若无赶出青面摆卡，就我叫夺断无倒进来。大卫攻出锡安的卫所，就是大卫的城。所以大卫讲：什么人攻打迄个亚波斯人，就对迄个水沟对水沟进入我所去攻打我厌恶迄个摆卡青面。所以大卫住伫这个城内底，将这个保障起名叫做大卫城。
伊阁对米罗内底对4颗位仔来起墙。这个圣经中间，咱看到基督徒要安怎操练。咱拄仔讲过，基督徒要得到能力，除了甲上帝结连以外，真重要就是爱操练。这个圣经甲咱讲要怎样操练的过程。好，下一章。第一，爱攻下保障，就是这个堡垒啦。这个堡垒爱甲攻破。头前讲，以色列人愿意将因的性命、将因的前途交伫迄个大卫的手，来抹伊做王。所以大卫予因一个考验，来，要爱我做王会使，做伙来去攻打耶路撒冷。咱知影耶路撒冷城伊的地势啦吼，伊是伫咧山顶，小山丘的顶悬，东边瓦山，西边南边甲北边，这三面拢是平原，吼，较低，所以。若有战争的时阵，内底大个人就闪去到东边迄个所在。啊，这个因为伫山顶悬吼，要攻破，真恶的攻破。啊，你若是无攻破这个堡垒，无攻破这个锡安的卫所，伊就无法度去攻打耶路撒冷。啊，因为易守难攻，所以亚波书人讲，啊，就算是青迷，就算是摆骹来守这个城，犹原守袂牢。大卫用安怎守？大卫用安怎去攻打？伊就找到内底有一个水道下水道，你讲水沟啊，对个水沟扔入去，内底，将这个卫所甲攻破。要得到操练头一个，就是爱攻破这个保障。然后咧，第二，攻破保障了后，伊原底叫做什么？叫做锡安的卫所，对不对？叫锡安的保障，改名成做什么？大卫城。改名代表什么？原底是这个人伊在管，换另外一个迄个主权得到转移，管理的人无共款啊。原来是这个人在管，过来变别个人叫主权管理，则改名，毋是安尼尔，继续起造。圣经讲，伊伫米罗内底开始起造。原来，咱要除去咱甲上帝中间的脱碍。要甲上帝困难，要教咱对咱这个所在的显明。头一项就是爱先攻下保障，爱去除去咱的迄个保障。兄弟姊妹，请问，恁的锡安卫所是甚物？恁的锡安保障是甚物？若有人讲啊，我将我性命中间西边、南边、北边拢互上帝，然后东边互我家己。也是讲我性命中间99%拢互上帝啊，剩1%放袂落去。那安尼，这就真做上帝困难无伫咱身躯顶显明的一个大的脱碍。上帝爱的是咱100%的人生，是整个人生，毋是一部分的人生。所以，若是咱的圣地、咱的习惯、咱过去的成就，真做。咱的锡安保障，那安尼，咱就需要透过祈祷来去敲出迄个会当攻破保障迄条水沟啊！我搁讲一解，若是我的圣地，我过去的阳光，我的自高，我的迄个脾气，真做我甲上帝中间的脱碍，我该敲出迄条水沟啊，来去攻破这个脱碍，交互主，啊，交互主为着伊来号名，就亲像锡安城改做到大卫城共款。咱的锡安保障，若愿意互主来起造，互主来使用，伊要成做正人的祝福。总是会记得唔通停落来，要继续来装备，继续受主来起造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要提出一个挑战，要请教各位，咱拢会求上帝保守咱，对毋对？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是毋是拢会向上帝祈祷？我相信基督徒拢有这款的习惯，对不对？有吧？有吼。总是问题伫这个所在是，当我向上帝祈祷的时阵，是真正我将主权交互上帝，还是干那请上帝做咱的秘书尔？是我真正将我家己交互上帝，主权交互伊，还是我即马特别解决问题？上帝，你看安尼好唔好？咱常常超找主的协助，毋是真正要将主权交互伊，
只是为着要求上帝为着咱来背书。基督徒特别是咱台湾的基督徒上大的问题，就是一直要甲上帝争咧做上帝，而且常常争赢。咱常常甲上帝相争要做上帝，常常是咱的赢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主的规律是已经伫你我的身躯顶，问题是咱是不是愿意？互这个规律对咱的身躯顶透放出来，咱的为所是毋是戒掉咧？佮无互上帝主权、上帝规律、上帝性命对咱的身躯顶来显明。求上帝帮助咱，求圣神照咱，嘛赐予咱智慧。毋但互咱知影咱的色安为所是啥物，嘛知影讲迄条会当攻破这个为所的水沟啊伫倒位。当咱甲主动咱亲近上帝困难，也是咱无法度对付的罪，或者是讲咱无法度讨放的怨恨，带来到上帝面前，请伊来做王掌权的时阵，伊毋但要讨放伊伫咱的困难，伊要互咱正对正人的祝福。我相信在座捌听过我的讲道，我上意爱讲一句四句人，要来讲明是咱台湾人信仰的状况。烦恼还烦恼，祈祷还祈祷，祈祷烦恼就来祈祷，祈祷了继续烦恼，对不对？听得懂吗？咱台湾人常常是安尼，我祈祷，我烦恼的时阵就来祈祷，总是祈祷了我继续烦恼。我无将我家己所有的问题拢交伫主的面头前。我无将所有的主权拢放伫主的面头前，我无将迄个时间，无将迄个方法放伫主的面头前，互上帝来掌权。兄弟姊妹，咱拄仔讲到大鼻王，拄仔圣经讲大鼻王几岁做王？拄仔圣经讲几岁？30岁，对不对？你知影伊几岁受抹油无？撒母耳甲抹油是伊几岁？14岁。14岁抹油，30岁做王。请问伊12年咧创啥？迄12年咧创啥？翘骹练喙，手坐伫王宫底咧听候咧加冕吗？无呢，伊不断受操练，东奔西跑，甚至性命受到威胁，对不对？这16年无咧用呢，伊甚至捌投奔迄个非利士人，人讲迄卖国者就是迄款人。这16年以来，上帝继续不断咧甲操练。直到上帝时到，迄个时阵满足，伊才会当真正成做以色列王。兄弟姊妹，大鼻王成做合伫上帝心意的人，是因为伊愿意将主权交予上帝，直到16年啊。后来伊继续将伊的主权交予上帝，所以迄个犹太国、以色列国得到骄壮。第10节安尼讲，大鼻日日强盛。是因为伊愿意受操练，将主权交予上帝。所以第10节讲，大鼻日日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的上帝甲伊伫地。这个圣经才是一个真好的结论。强盛甲万军，伫字面上拢是大有能力的意思。万军甲强盛拢是有能力的意思。是安怎大鼻王有大能力？因为大有能力的上帝甲伊伫地，伊愿意亲近上帝，嘛愿意将主权交予伊，然后来受到上帝的恩宠。兄弟姊妹，求上帝帮助咱伫生活中间，伫服侍时间，伫教会服侍时阵，拢会当带出主的能力甲性命，主要带出主的性命、甲能力，咱愿意甲主结连，将所有万事拢交伫主，然后咧将咱的主权交予伊，愿意受到操练，听候上帝时间，听候上帝方法，然后时时为着主做见证，时时操练为着主做见证。我相信上帝祝福要透过咱公教会，将对整个新竹，甚至整个台湾的祝福。三个来祈祷，爸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
阮做基督徒真久，总是常常阮无将阮家己完全交伫你。主，恳求你保守、赦免，我们承受你的能力，大生就先爱家己结连，然后爱受到你的操练。恳求你，互阮因着真谦卑，将主权放伫你的手中间，伫你面头前来接受你万行事的操练。伫你的时间，伫你的方法，阮得到大的造就。阮的祈祷奉主所圣名求，阿免。搁互我差不多2-3分钟的时间，因为我今仔日另外一个工作，就是为着文字事工主日来请安报告。咱拢会看到咱的周报中间有夹这个 DM， 搁有迄个奉献袋，迄个奉献介重要，不要丢掉了哈，只能把它丢到那个奉献袋里面了哈。有关迄个文字事工，我伫这个所在无另外讲，我讲一个故事就好。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，伊民梦，伊死了后入天堂。伫天堂中间，又看到伫天堂咧路咧行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对后边仔行，甲叫，讲某咪人，伊无熟悉伊。这个某咪人讲感谢你，我是安怎你感谢我？讲。你可能袂记得，我是你细汉的时阵，我细汉的时阵是你的主日的学生。你的主日的结束的时阵，拢会带阮做祈祷。有一届，你的祈祷我的心得到感动，所以我伫迄个时阵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主。所以我今仔日徛伫这个所在，我感谢你。佮行无偌久，有一个人讲：某咪人，我谢谢你。你来谢谢我，我这个是迄个乌人，我无熟悉你啊，你来迄个感谢我。我讲吼，伊讲，你可能无熟悉我，总是我会记你。有真侪恁的对恁遐所出来的传教士，来阮迄个所在来宣教。有一届，这个宣教士去到你的教会，你听到这个传教士讲阮的迄个宣教的故事，你真感动，你奉献这个宣教师，所以这个宣教师会有经费来到非洲来宣教，所以我得到福音，会当今仔日这个所在，我感谢你。这个人伫天堂行前在世的时阵，有足侪伊毋捌的人来讲谢谢 ，Thank you。耶稣突然徛伫伊边仔，讲囝，你看，你伫这个世间所做，你可能家己嘛毋知。总是有侪人，因为你不经意的，你无张持迄款的服侍，互因会当得到福音，今仔日会当伫这个所在，甲你讲谢谢。安尼姊妹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上大的感动是啥物？有真侪无熟悉你的人，甲你讲 Thank you。可能我毋知影我为了啥物奉献，可能我毋知我奉献是毋是有啥物立即的结果？无拄拄啦，总是当我在奉献，当我在服侍时阵，可能有真侪人因为这款我无张持的服侍，得到救恩，因会当得到一个拯救的机会。兄弟姊妹，做基督徒上大的幸福，就是伫路尾有人甲你讲 Thank you。毋茫，咱的生命中间，今仔日会当伫教会中间服侍，伫教会中间来聚会，有真侪咱爱讲 Thank you 的人。我更加毋茫。讲咱会当伫路尾，诚做正人讲 Thank you 的迄个人，所以请大家若是会使，为着文字事工，无拄我奉献，什么人会当得到这个福音？总是因为我奉献，互这个事工有真侪人得到祝福，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我望大家做伙来关心大道，谢谢。这是咱三角来音。这是咱三角来吟回应诗，圣诗第552首，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圣诗552首，请大家起立。
请坐。这是咱的奉献，回应上帝疼痛甲恩典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就无传奉献袋啊。较定结束的时阵，奉献香伫迄个咱的后壁。即摆咱请属献的同工来祈祷。迄个祈祷进前，先来唱奉献诗圣诗382首第四段，请大家起立。请大家压头来祈祷，是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一切所有拢是对天父上帝的恩典所授予。阮得到财富的力量、智慧甲机会，拢是对你来。愿上帝互阮诚侪逐项运势中心的好管家，阮甘心乐意献上阮的运势财力来服侍你，嘛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，表达阮的感恩，尊荣你的名，愿你我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我来做报告。本会消息，今日是文字传道事工的奉献主日。欢迎蔡牧师来代表公报社来讲道。请大家来关心奉献。疫情即马降到第2级吼，到8月初9，所以目前我那室内限制人数是50。所以阮调整过礼拜的程序吼，所以华语早起19点已经伫7楼，限制50人。台语嘛是早起限制50人，那就是8楼啦吼，10点半开始。同时阵阮网络也有直播。10点的时阵，美必谷这边嘛有儿童的线上礼拜。因为要算人数啦吼，那这段期间若要来礼拜，就事先甲干事讲一下，咱统计一下人数。所以呢，你若摕就无等下你看哪有一个数字，代表你是第几个入来，所以到50就停起来啊吼。后礼拜8月初8，阮要行圣礼典，请兄弟来预备心来参加。过来阮有迄个受洗课程吼，请9月时要受洗的人吼，爱1个月前爱来报名来受洗。最近要受洗的人拢已经吼，即个讲开会是阮的。赖牧师已经有原做课程。下礼拜日8月初8，礼拜后，第2礼拜后，12点半要召开中职会，请大家斗阵来出席。中职斗阵来出席。若有事工报告，议案请受到黄牧师提出。8月29迄礼拜日要行星期礼拜。名单伫下骹吼，大家看。即个暑假阮美必谷有一个算新的啦吼，像线上聊天因为大家拢关伫厝诶。即个题目是主要的题目是一个主轴的题目是耶稣是谁，所以8月初5就是好牧人，8月12我甲生命，8月19是金葡萄树。逐礼拜是下晡3点到4点，用 Google Meet 来斗阵来参加。
若唔知要哪用吼，教会有去买迄个久方，因为到7月31日免费就结束啊，所以8月初开始教会有半预算来买迄个软体，会使互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伫线上就使参加啦吼。奉献疫情的期间的奉献吼，请大家来看，要用邮局的户头来转销。转销了会记得来网站顶头写你的名甲金额迄个转账的账号吼，阮财务组要查来对，较袂去漏交去。下主日的内容大家来看吼。我报告到遮。过来，来上迎将一切荣耀、赞美拢归乎咱的上帝。撒迦利任上行诗，圣诗第391首，俄罗提定主宰。391首，请起立。手煞，请牧师来接导。受祝福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听透、圣神的交通甲引带，甲恁众大家三甲地地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灭掉所会。